我做老爸啊，有雪棍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听阿母讲我细汉的时，毋但足爱哭，阁真歹困癖，定定是拄囥落去眠床，随着听着我伫咧骂骂吼，互伊连一丝仔哮喘的时间都无。逐遍讲到这，我拢会甲阿母应讲，我哪有像你讲的遐尼歹摇饲啦？阿母总是哪笑哪甲我讲，明日换你做老爸，你就知影。有一天，老师讲伊有准备一个足特别的体验活动，是要互阮体验做爸母的辛苦。我想讲，应该就是腹肚藏一粒鸡胿啊，假做是有心。毋过老师煞对牌仔底摕一个电子婴仔出来，伊生做有够像真正的红婴仔，互阮看甲眼神眼神。毋但安尼，伊阁会哭呢。老师讲，照顾婴仔真简单，听到婴仔哭的时阵，毋是腹肚枵，爱甲伊饲奶，就是放屎尿，爱换尿珠仔。若无，就是想要塞奶，爱人甲伊抱起来摇。听老师讲甲敢若真好耍的款，我就随举手报名。就安尼，我就升级做变老爸咯。拄开始抱婴仔伫学校行来行去，每一个人拢学了我真有办。我嘛感觉家己一定会甲婴仔顾甲真好。毋过，就伫我上体育课，要招同学斗阵拍篮球的时阵，雄雄想起老师交代我绝对袂使甲囡仔放咧，无人照顾。我只好手抱婴仔，孤单一个人坐伫椅仔顶，看大家耍。啥人知，互我料想袂到的是，婴仔是无时间观念的，不管什么时阵想要哭，就大声吼。抱伊坐公车的时，规车顶的人看我雄雄公公，摕奶管仔要饲奶。一个阿姨惊我无经验，紧活来我身躯边，甲我指导。转到厝里，阿母看到，惊一条，讲：太才生你细汉的时啦。听到婴仔规暝骂骂吼，阿母嘛对我困袂落眠，甲伊当作是亲生的共款，连咪惊我尿珠仔包袂好势，连咪阁惊我无甲伊抱好在，规暝无闲试试，手抱孩儿，才知爸母时。看阿母
陪伴我照顾即个婴仔的时阵，毋但真有耐性，阁会教我一寡顾囡仔的撇步。我感觉家己实在是足见效的。阿母自细汉，甲我六屎六尿，请养大汉。我煞遮尔爱应喙应舌，阁互伊为我弃身落命，就连做老爸即件代志，嘛爱伊甲我斗相共，想想咧，阁真歹势呢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